繼續來到花蓮，有民眾看到一台轎車佔用兩個車道，而且是駛蛇形的，正平倒平，安尼搖過來、海過去，都驚發生着危險，所以趕緊來報警。警方接到通報，抓到人，原來是啉酒駛車，而且駛超過30公里，嚴重影響到其他民眾的安全，妨用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。頭前個轎車佇咧花蓮的豐平路裡，一概佔兩個車道，一個較緊，一個較慢，各駛 S 型。後邊駕駛煩惱會發生意外，造成危險，就隨報警察。有人報案說，你這個車牌說什麼在路上有蛇行哦。關警接到通報，就沿路咧找，攔停了後，甲理性駕駛對位發現，伊規身軀攏是酒味，經過酒測明顯超標。不過伊當下佫想要烏龍竊盜。你是有喝是不是？有喝一點。伊甲警方講，伊21家己轉去鳳林的舊厝陪忙，暗時食飯有甲朋友食燒酒，食完大約20分鐘才開車上路，想要到酒測會無過。能不能通融一下？這個沒辦法啦，這是刑法的，因為你那個有素質啦。加可憐嘛無效，經過調查嘛發現，伊開車這段路是真危險，因為伊佇咧鳳林的自家食燒酒了後，經過豐平路，最後佇咧太平洋公園，互警方攔停逮捕。這段路的車程大約40分鐘，食燒酒駛車就30公里。現場對駕駛實施酒測，確定該駕駛酒測值已超過法定標準值。全案因涉嫌公共危險罪，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。加在理性查甫人食燒酒駛車，無造成事故甲意外。不過食燒酒佮駛車上路是危及公共安全，也是要替家己的行為付出代價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